好記得陳奕迅《猜情尋》裏邊嘅呢句歌詞：玩書可以勝過別人，多一餐好教訓。喺呢個世界上有一種書局叫做人哋根本唔將你拉入遊戲裏邊。記得喺我小學嗰陣，因為唔中意出聲，平時又唔夠積極，所以經常喺課堂上俾老師鬧嘅。慢慢就成為咗同學仔當中嘅異類。有一次，我同一個朋友好想加入到一圈女生嘅遊戲裏邊，呢一圈女生裏邊嘅頭頭就行咗出嚟，對住我話：你朋友可以同埋我哋一齊玩，但係我哋唔侵你玩。就係咁，我記住呢個 A 婆一世。別當你要奮勇血戰，無論聰穎或愚笨，猜猜情尋，雖不如人，不影響你笑臉迎人。接落嚟嘅小學6年，我再都冇同呢一班女仔玩過。作為我哋呢一班另類嘅小朋友，一定要創造一個更加強大嘅世界，擁有自己嘅遊戲規則。而而家嘅我，亦都活得比佢哋更加精彩。